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那么这2个礼拜有大事，唔是选举讲谁赢谁会输，是联合国伫埃及召开着气候大会书。这边台湾中小企业接到大客户的爱地美敦书，讲爱填着减碳的计划书。 若无会来抽单免做生理，互你脑损。嘛有1公吨可能抽碳税$10伫环保署。今仔日咱要来好好啊讨论 COP27 是安怎一回事。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的總監。 趙家偉，趙老師，大家好，我是趙家偉。那麼第2位呢，是咱台灣公民陣線的執行的委員蔡中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3位呢，是咱台灣循環經濟與創新轉型協會永續管理的顧問吳介仁。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吳介仁。那麼第4位呢，是 特別去到埃及來參加這個大會，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副團長聽麗雲。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聽麗雲。那麼相信呢，真濟觀眾朋友無一定會能了解講，這 COP27 是到底是什麼意思？啊，較知影英文呢，掠做是警察，其實啦，這是一個縮寫。但是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咱來講在埃及。 已經召開了差不多將近2禮拜10幾天啊。那麼這一次除了頭一擺，甲這個議題當中有這個所謂的損害賠償的這個資金嘛針對着這個所謂的漂綠行為啦。什麼叫做漂綠行為？小等講互大家來聽。那國際上啦，咱來講咧減碳，台灣嘛袂使在這個世界當中袂使缺席。那麼針對着蔡英文總統啦。 2030年的減碳的目標，台灣的環保團體唔是講真滿意。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这几天来呼吁减碳袂当慢的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採取伫埃及起過的 COP27 開幕大會，佮一屆呼籲各國頭人佮代表，即馬當是生死存亡的時陣。 And our planet is fast approaching tipping points that will make climate chaos irreversible. 根據英國艾克斯特大學上新評估，今年排碳量會比去年增加1%，也若美國是新冠1.5%。不過碳排放特殊極端氣候嘛嚴重損動德國甲非洲國家。We project CO2 emission to go up in 2022, going up by 1%. There's fossil fuel emissions. We don't see any sign of decline in the global emissions. They are still slowly going up.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150 million in initiatives that specifically support prepares adaptation efforts throughout Africa. 非洲國家針對家己碳排放比例低，卻愛承受大國經濟開發特殊的極端氣候災難。除了主張過去達當1000億美金的氣候基金愛落實，這屆大會也頭一屆甲損害賠償基金列入討論議題，嘛針對企業漂綠行為制定規範。The reason you're seeing everyone from oil and gas companies to consumer goods companies to banks saying they're net zero i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at's good for business. But now they're going to be held to account, and that is both by being required to do the work, but also be transparent about it, report publicly. 安怎減少空氣污染甲碳排放是全球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台灣嘛袂當放話話，環團就質疑中央2030年的減碳目標永遠停留伫減量20%，嘛呼籲立法院會當伫年底進行通過氣候法的修法。咱若台灣安怎對調國際氣候治理的腳步，伫這場全球減碳比賽當中拼頭坎，佫需要公司部門做伙拍拼。 咱頭看到這個影帶內面哦，實在講內面哦專有的這個名詞啊真濟，啊資訊量也真大。內面講到減碳吼，減碳唔是要互你減碳啦，吼。實在講，咱先來講一個新聞，就是最近啊出現講哦，台灣有200-300間的中小企業哦，攏哦會可能會拄到這個代誌，講有一間公司在1禮拜當中接到因的大客戶，講哦，你1禮拜
我甲你4摆，叫你落来填这个减碳的这个计划书，爱用英文写。伊讲看咯，敢若无字天书咧，唔知要安怎写。像安尼中小企业嘛，在台湾200-300间啦，大家想讲哇头毛的烧，但即马要安怎？嘛可能你若无做这项代志，你可能就趁无食。吼，人就无爱甲你做生意。老师，你先讲互咱听，这到底会关系到咱台湾，尤其吼，可能这200-300间的中小企业，拢是真厉害的公司，还是讲真重要的公司，甚至甲你我生活拢有关系。老师，你讲看嘛？咱爱怎样？中小企业大概占台湾的碳排放量大概占15%，15%，但是给它的加速大概占99%，占所有公司数的99%。真侪间咯。嘿，是，所以呢，面对这个新的趋势来讲的话，因为国际上面就是要求企业要减碳来讲，你不能只顾说你的第一层客户，你还要顾到你客户的客户，所以这些不断的要求下去之后，台湾的中小企业原本觉得不会受到压力，不会受到监督了，就会在这个层层的压力的延伸之下，他就会必须要赶快加紧做一些他们过往没有在掌握的事情，像是知道自己排碳量是多少，自己哪一个制程哪一个产品它的那个耗电量。耗能量最大，然后排碳量最大，然后要开始想办法去做削减，所以这边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师，所以我给你整理一下，你的意思是讲，这敢若津纳米吼，在海涌来一波搁一波，一波搁一波，对上头前开始，本来是要求上大的公司，结果大包、中包、细包一直来，已经来到咱台湾了。唔对，是这个意思吼。中家你家己看呢，而且中小企业到即马看起来是拢还未准备着呢。其实头拄主持人讲减碳，毋是减碳啦吼。其实即马是减碳的加碳啦。为什么呢？因为即马全世界吼，咧讲咧减碳，不只是国家吼，是足侪大间的企业吼。譬如讲咱讲 Google 啊，吼，迄个 Microsoft 啊，即款全世界的公司拢讲，伊咧未来所产生的咧产品内底拢是拢要减碳，作为伊上大的目标啦。所以其实即摆咱台湾的中小企业要对着咱国际的趋势的时阵，一定爱看伊即摆的碳排是排偌济。啊，毋过大家应该想讲啊，碳排是啥？我毋知影我平常时咧产生的物件到底排碳排偌济？我是用电啊，爱用电咧要安怎算吼？所以其实即摆咱需要的是讲为企业开始来算讲大家拢排碳排偌济，产品排碳排偌济。啊，尾啊就是有咱碳税啊、碳费啊，即款无共的这个计价方式，互大家知影讲，即个未来排碳是算钱的。啊，有算钱的时阵，你就会算到你的成本内底嘛。中刚你讲的意思是讲，以后可能咱除了纳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以外，还佫有这个碳税爱纳无？是，你嘛全世界拢在做这个计划啊，所以其实未来是有一个国家开始做的时阵，咱其他的国家就会跟进嘛。所以其实这一定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即马在先做好准备，无咱中小企业以后要外销的时阵就痛苦啊。哦，是。他主要中间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即马开始算，所以咱现场就请到这个管理顾问师哦，来甲咱吼，伊专门咧算这，甲你算你落底内面啊，爱纳偌济钱，是安尼想吗？还是讲这个算这个，咱就叫做盘查吼，碳盘查啦吼，讲互观众朋友听，碳盘查盘查吼，叫做盘查，啊，这碳盘查到底是安怎计算？你讲互咱听。哦，盘查吼，伊其实会当分三种吼。第一种，伊就是看讲你这间公司，你的这个所在吼，有偌济温室气体有排放出来。吼，想讲就是你有一个锅炉，内底是烧迄种gas啊，你安尼就温室气体会造出来。吼，这个嘛，就是。过来，你的冰箱、冷气。内底拢有压缩机，内底有冷媒，内底嘛有温室气体会存在。吼，过来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讲你用偌济电，因为台电遐就是发电互你，啊是讲因为台电，因为即马台湾吼，搁一半以上拢是火力发电嘛，对吧？所以迄电厂内底遐有一种火力发电，有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以你用电其实遐就是你电厂遐有温室气体排放会造出来，所以。这用电的迄种排放，你嘛要算。啊，第三种其实就做复杂啊。哦，第三种就是讲，
你的迄种员工啦吼，我来公司哦上班，啊个好像我若是讲我公司伫台北，我要出差到高雄，哦，即阵我坐高铁，这的碳排放其实拢是算第三种，啊第三种更毋止交通尔，哦，佮有讲。你就是用迄种你去买别人的迄种买来的产品，哦，产品原料一摆，嘿，你买迄种原料，啊原料，你买原料吼，对迄种开采，对迄种就是我对迄种矿坑，吼，甲即种挖出来，吼，到就是制造到半成品，吼，这到伊的迄种做较好，到你的公司，吼，这段其实拢是。就是阮头拄仔讲的范畴3第三种。哦，这看起来咪角足济的吼。但是我先问一下，问老师一下吼，咱小咱再来讲这半早这到底，头拄仔管理师讲讲你用电的人，吼爱来算，但是这个生产电的人，伊嘛爱家己啊，伊嘛是算一个工厂，伊嘛是爱去用算哦。但这当中是毋是会算会重复算起来？基本上就是要讲，这个碳排放的减量责任来讲话，到底是用电的人还是发电厂的人？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说，是希望能够让那个用电的人能够去反映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比较有诱因可以去减碳，有诱因可以去省电，然后就可以减碳。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像是那个台积电，它就要去把用电产生的碳排放量，他们都要算在他们接下来要缴的。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无要算台电的业吗？台电嘛是爱纳，台电嘛是爱纳，嘛是爱纳。啊，这中间是要安怎算？基本上就是讲台电想要讲你已经大概一半，嘿，你想要切分啦，他想要是少缴一点啦。但是我们主张是说，台电其实也应该要全部缴啊，因为台电这样的话，他们台也更有那个。啊，台电讲我一只牛放2摆皮呢。伊要放2届，伊是别人会放2届，别人会放2届嘛。中央安尼敢有合理？其实咱收的钱主要的目的是减碳啦，唔是收钱啊。减碳的目的是咱惊咱环境未来愈来愈热，吼，极端气候的状况愈来愈多的时阵，所以其实咱拿这钱吼，唔是讲你拿偌济，伊拿偌济，这是大家讲算迄成本是安尼算嘛。不过咱上主要的目的是要减，吼，所以譬如讲头拄仔咱博士有咧讲嘛，台电伊要好一个诱因讲，哦，你减碳偌济，你就会当成本较少嘛。啊，咱对咱企业来讲嘛是安尼，因为企业无法度改变咱发电的状况，不过伊会当来做省电的一块计划啊、换物件啊，这就是互伊一个诱因讲，省电这件代志是会趁钱的。所以其实两边都爱做，咱才有法度来减碳。所以这是咱加速咱减碳的这个目标啦。所以其实伊讲啊收钱啊，一只牛背2层皮，放2摆皮，嘿，不然2层。啊，毋过主要的目的是要减碳，所以企业要减，啊，台电嘛要减。所有人都爱减，咱才有法度来面对咱未来的气候危机。所以恁的立场就是讲，不要紧，咱做来慢慢啊发拍拉紧，但是主要是要为恁好，为咱大家地球好。是。这个用意啦，吼。减碳用意就是安尼啊。好，咱来刷来吼，转来到这个 COP27 吼，今仔日吼在现场啊，还有这个丽文吼。伊佫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吼，伊特别吼为着要参加这佫死头路，特别来参加这个，这是来牺牲真大啦吼。你甲咱讲一下吼，你去参加这个 COP27 吼，尤其吼听老师讲，尤其因为咱台湾吼，咱拢讲 Chinese Taipei 啦，无法度参加正式的联合国会议，等到恁少年人养口，你有通去参加较正式的会议，你甲咱讲看这一次。COP27 内面的什么主题？吼啊，内面什么情形？恁参加的这个情形？多谢主持人的问题。你直接讲，嘿，用华语讲嘛会使。今年这个 COP27 气候峰会是一个重视 implementation， 就是实践的一个峰会。那不只是从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谈判代表，他们的面对这个议题的这个立场，都比去年来的更加的就是他们更
积极强硬，更积极的去想要去找出一个解方，而不是只像去年一样，可能很多议题都是留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一个未解的情况。所以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关注这个损失损害，就是 loss and damage 的议题，也就是说，富国要怎么去补偿这些比较脆弱的受到气候冲击。你说到重点了，你讲到重点了，就是钱项的代志，按怎赔偿了？对。好，就是这个重点哈。另外一个重点要请老师来讲，老师，咱在电话当中有讲到，除了这个赔偿哈，所谓这个损害正义啦，吼，气候正义的代志。这小等来讲，互大家来听。第二个就是讲，真侪企业吼，挑工讲话来票，咱讲票币，伊是票率啊，票率啊，这票率就是按怎写回数？因为去年5年的时阵，这些公司都承诺说他们要达到2050净零排放嘛，但他们在承诺的时候没有一个检核的依据去看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往这边去做推动，所以因此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反漂绿的高阶专家小组，他们就是提出了一个刚刚反洗钱的，差不多的感觉，因为大家是要想说这个减碳就是一个好生意，它后面就牵涉是大概几兆美金的这个投资，所以如果你的企业其实你并没有真正做到一个减碳，然后你其实是用一些方式去逃避一些责任的话，你的确就是摆脱了你应该要付出来的成本。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会议里面是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嘛，如果你的企业只是讲一些很虚假的承诺，你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像你只讲2050年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你没有回头去谈你2025、2030，你接下来3年、接下来的8年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具体的工作项目是什么？老师，你在讲咱台湾吗？我其台湾的只是这些 KRI 要学习一下这一次的会议的很多的讨论。咱小等再来讲台湾政府，他都老师你讲的意思就是讲，其实即马这次的这个 COP27 里面两个议题，一个就是讲这个损害赔偿的问题，就是你强国你生产就真侪污染的物件，对着气候破坏的物件，你拢来无赔偿阮这个小国家。哦，这头一只，第二个是票率，但是这票率我想到一项哦，其实比如讲来这个政府单位拢有讲所谓讲你每一个单位你爱一定比例爱禁用这个身体较无方便的人士，因为找无人，所以就要纳这个钱，来当做是基金，真侪企业。即马无一定去重视真正的即个减碳，结果来纳钱就了事。中国这种情形敢会发生？其实咱是主要要互企业咧开钱的时阵，是真正有咧减碳的效果啦。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吼，以前伫马英九政府的时阵，伊有讲伊要减碳，伊在新闻上顶悬讲。我因为要宣传，我要减碳。伊讲咱开会的时阵，要穿遐济外套啦，吼，衬衫要外套要脱掉，吼，安尼冷气会当卖开遐强，嘿，这是对的代志。毋过一个政府只是杀这俩，一定无法度有法度来减碳。真正发生作用。因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是讲咱对咱的工厂要安怎管理，咱的法律要安怎制定，吼，才有法度来减碳。所以其实咱在讲在。漂绿这件代志是惊讲企业讲开钱就了事啊，开钱就处理掉啊。不过你开钱碳无减落来，其实咱烦恼这企业的问题也是照常会发生啊。所以其实咱惊这讲，咱有法度真正要写一个报告，写一个报告，互大家知影讲，你在开钱在处理的代志到底是啥，互大家有一个检视的机会。所以头拄咧新闻嘛有咧讲嘛，咱要需要公开这个。净零的报告就是讲，你的钱开到倒位去，唔是讲我了钱我拿钱就处理好所有的代志。因为咱头拄讲，所有这拿钱的代志，目标就是要减碳，唔是要拿钱尔。目标是要减碳，唔是要爱你落底的钱。但事实上，即马真正咧发生的，大家就是用钱咧计较。有效果，大家有惊嘛？对，开钱大家就惊嘛。算迄成本的时阵，所以他都赵老师讲啊，这就是一门好生意啦。吼，所以唔叫有这个顾问书，唔是讲你爱趁钱啦，吼，是爱地球啦，吼。所以咱来看讲，恁在做这个检查的时阵，是如何讲互观众朋友知？其实这是算作是真新的这个行业，吼。
咱咧计算的时阵，是用什么单位，还是用什么这个标准落去看？是用尺，还是用一个网，还是用安怎来讲互大家小可参考一下，小可理解一下。这吼其实就是我大部分吼，我咧做这些碳盘查这件代志的时阵，拢是用就是国际的标准。我常常有听到 ISO， 伊其实就是用 ISO 的标准。大部分拢是用 ISO 的标准来做盘查。伊就是伊的 ISO 标准内底吼，阮头拄仔有讲到，伊分3种嘛。吼，其实即马上新的，即马已经唔止分3种啦，已经是分6种啦。分到6种，分到6种啊！其实是讲伊本来吼，伊的就是本来伊的名是叫做范畴1、2、3，是。即马叫做类别1到6。哦，类别1到6，其实伊是会当连起来，就是讲伊的类别3到6，就是本来的范畴3，这件代志，不要紧，因为这就是其实就是 ISO 标准，伊嘛是咧改啦，因为即马嘛是拢惊讲大家即马这碳盘查这件代志愈来愈重要，所以伊嘛是这标准嘛是逐步咧更新，即马有一个问题是讲环保署，从这国际的标准，伊有小可无共款。环保署伊个是用旧的，就是用3种的这种范畴。即马国际已经改种6种的类别啊，有小可的无共款。阮是安那确定讲应该讲，阮是要来做碳盘查的这件代志，就是这标准内底其实有伊嘛是用一寡，互你一寡提示，讲有啥物物件伊会造成一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像阮即马这间大楼，对不对？它都要讲上济用电，对吧？用电，台电遐都有迄种温室气体嘛，这都有，对吧？搁它都要讲冷气。这嘛是拢有，搁来头拄仔讲的范畴3，搁做复杂的有交通的有产品原料的搁有你的产品，互人用以后有多少的碳排放发生？你的一台电脑，互人用，你这台电脑敢是省电的，敢有碳排放发生？所以阮咧计算的时阵，就是其实拢是用一档啊，用一档做基础，对。一档个做基础，我就是说讲上带电的电，因为我用迄种电话单嘛，电话单我就开始看对去年的1月到12月，我的电话单是偌济，我甲这数字全部加起来，逐档迄种政府差不多拢是7、8月的时阵，拢会有一个数字伊公布，就是讲你用1度的电。伊离遐的电厂遐有偌济的温室气体排放有走出来对这来换算对所以我去年我用1000度的电，我就搁算这个数字，像去年是0.509，就是讲你用1度电，你就有排放0.509公斤的温室气体，你就会当用这个方法来算。讲你的温室气体有偌济？另外一个问题，你头仔讲着讲对譬如讲我生产一个手机还是一台电脑，我这个电脑卖出去了后，搁有我的代志。对，这台电脑去互人使用几点钟，嘛爱算我生产者的代志。对，伊其实有一个伊的假设啦假设讲你这台电脑可能用10档。逐档你可能使用200工，逐工就是8点钟安尼来算。伊其实要安算就是要互你生产比较低碳的产品。所以这个观点是讲，你就要生产较用碳用较少的这个产品。对。但是使用者若无珍惜，嘛可能会产生大量来购买这个代志啊。这就是会产生讲，老师这安尼听来，跟我们合理讲，我不管如何，你生产者我就算个你生产者，消费者拢无虾米责任吗？消费者嘛是来的绿色消费，然后环保消费的作为嘛。但是在这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是生产者他要延伸他的责任，他
如果是他可以把那个产品，他不是卖给你之后就没事了，他可以在这边借由是他不断的那个就是不断的翻修更新的方式，让它可以让我这个使用的产品里面，我可以用得越长，那其实它的那个整个产品的排碳量来讲的话，都会是变得比较低的，都会是有这个帮助。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一方面国际上面要做这个方式的时候，就会我们可以会给那个一些补贴的方式，让像我们去买，如果可以用比较旧的手机，要用比较那个而且耐用的手机的话，它搞不好就是会有那个额外的补贴的那个费用，然后可以让你比较等于说可以付出比较少的钱，就可以购买到那个比较耐用的手机，所以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广这样子的比较低碳的产品。我个人是会当理解讲因为这边计算吼，要计算个存车，所以爱追溯伫生产者，但是消费者说这边大家下性命就去消费。消费者在这个 COP27 内面，敢有角色？咱要来请教就这个副团长，丽文，恁敢有除了恁青年伫内面开会的时阵，敢有讲到消费者的这个角色？消费者的角色？其实，因为我们参加的会议比较跟气候正义这个气候净一相关，所以其实比较没有在企业这一块。消费者的角色哈。对。中间恁咧讨论这个代志，或者是插这个代志的时候，敢有讲到这个消费者的？尤其咱即马可能是电视机头前的这个观众，真侪拢是消费者而已，伊会感觉讲，恁咧讲的拢是生产者的代志，关我什么地带？其实咱即马咧处理这，譬如讲咱手机啊，吼，恁看即马欧洲这边拢讲充电的物件都要用 Type C 嘛，吼，要规格都要统一啦。主要是讲以后咱就是即马是讲手机用2档差不多歹去就换新的嘛。不过咱即马讲要减碳、要循环经济的时阵，咱需要大家来换内底的物件，而且是家己会当来修咱的手机啊，修咱的电脑。那这边安怎处理咧，就是咱的规格要统一嘛，要知影讲规个这制造商啊，规个大厂。你叫有通啊，凊彩换，嘿，才有当换。那伊要鼓励你换的时阵，伊就一块奖励嘛。吼，你讲你若是用换的，毋是买新的，但有一块奖励。那其他的讲，嘛是有一款做法是讲，你买新的就价钱较悬啊。你换旧的，吼，换内底的零件的时阵较俗。哦，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讲，你就是要经济诱因嘛，吼，都是款的较俗。所以头拄仔讲这制造这生产者咧制造的代志的时阵，咱主要要互伊想讲安怎做，才会当有达到减碳。咱的成本这数字咧介绍，就当反映到咱消费者这边来买物件的时阵。所以其实咱除了买物件以外啦，咱即马厝内底用电嘛是要拿这电费嘛。你以后要去加油吼，加油可能咧油价内面嘛是会当个家己算讲，这嘛是有碳费嘛，因为咱用油的时阵，消费者嘛就，所以其实对咱消费者来讲，其实咱即摆拢是咧自由市场的国家吼，所以你要限制伊足侪物件是无太可能。你买都会听，你就知。是，所以其实全世界使用的方法吼，对生产者嘛是咧头仔咧讲咧标准啊，有限制，互你知影讲你买生产较咧减碳的物件，对咱消费者来讲，其实就是计数啦，吼啊，鼓励家己，一块是讲为了环境吼，大家来做环保吼，买物件要安怎想吼，这是在精神上的啦，实际上就是讲在计数有诶无。是啊，你定咧用道德劝说吼，可能较无效吼。是。尤其吼，咱头先就开始讲，这300间的中小企业大家开始紧张哦，就要请教着顾问吼，即马现主是找恁来拜托恁来做这个团，这个班查的企业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其实我感觉这2档吼差足济，差真济。嘿，较早真正拢是我其实拢是咧服务，就是大型的企业。大型的企业吼。即马其实就愈来愈济有较细间的企业吼，也是像这种服务业吼，较早可能拢是制造业啦。即马就是这种服务业较细间的来找阮，因为就是讲。像阮台湾就是做侪一种像隐形冠军嘛，吼，或者做侪一种中小企业，伊其实是有一种伊的产品是出口到一种国外，吼，伊其实拢是一种关键的零组件。即马其实
头拄有讲到吼，即马做侪迄种国际的迄种大型的企业吼，苹果啦，这一开始其实拢开始咧紧张啊，开始想要加可能2050吼要碳中和、碳净零排放，所以伊即马就开始要求伊这迄种上游的迄种供应商就开始讲，袂使吼，伊嘛是开始要做即件代志。啊，这对因其实吼嘛是真困难，因为因较早其实拢无啥物环保的啥物即马遮的问题。啊，你收到一个迄种客户的通知，吼，就讲吼，你顶管添字都唔知要添顶管就开始要添，吼，你的碳排放偌济，啊，你是要安减，吼，啊，你当时会当做到碳中和，啊，伊其实对这沙无涨啊，哈，伊其实都无这个概念啊，系啊，伊是要安做。所以伊就开始来找阮这个顾问安尼。所以即马伫尤其即2冬开始变做真济吼。即我来请教的老师吼，即2冬开始变济，但是事实上啊，咱来看一个数字，咱吼台湾的减碳的路径啊吼，本来的目标是依照着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吼，第一阶段至2020吼，比较基准年吼是对2005年开始讲减2%啦，吼。第二阶段要减10%到2025年，到30年的时阵要减20%。啊，即马2050年要减50%，本来是安尼。即马上新的目标，今年3月份吼，哇，一窟啦，要来到2050年吼，达成电力去碳化质电力占比吼，再生能源60%至70%。氢能是9%至12%，火力吼是搁碳捕捉啦吼，咱小咱讲来听吼，20%至27%。其实这搁零碳呢，咱这现主时吼，第一阶段的成效就不佳呢，搁增加1.97%。咱这安尼敢是咧讲喊过？咱第一阶段咱是降到1.88啦，就差目标差2%，差几数掉呢？差2%，差几数掉？本来目标是2020年的时阵要减2%嘛，咱实际上是减1.88%，所以差一数啊达标。差一数啊，啊，不过就是有减一块啦，所以袂使甲骂甲伤你着。有咧做啦，啊，不过做甲无好啦，意思是安尼。但是咱2030年的目标，咱实在是太宽松了啦。像国际上面都是希望2030年要加倍，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是2050年已经从减50加倍到减100%了。结果我们现在2030年没有动，所以在这边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因为你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可以卸责嘛，你就会觉得哦，可能时间够早，各有20年、28年，咱们所要还的，或者就把那个减碳责任把它让给那个是2030年之后的政治人物啊，之后的企业领袖啊，我觉得这样是后代子孙啊，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啊。NGO 感觉这有 NG 无？其实头拄仔讲嘛，2050年的时阵要减碳100%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减碳100%。本来50%的时阵，你2030年的时阵是讲20%嘛，20%。所以你即摆50%、20%到50%，即摆是这20%无变，2050年要100%，那有可能。咱头壳卡达文书嘛无可能。所以而且头拄仔咱博士有咧讲，就是讲，即摆的政府讲实在总统上最被当啦，吼，啊，你的时间是安尼看的？咱即摆咧做这决策的这块政府官员，伊的时间差不多到2030年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少年但是恁会比伊较久长啊。是啊，所以其实咱就是讲，咱要真正有看到伊的做法是有效的，有这管理的目标的2030年，才是即摆咧处理这所谓政策的这官员，伊要负责的。所以2030年的目标最重要。国际上差不多拢超到40%左右啦。古代讲43、47，吼，这趴数无共。啊，毋过咱即马20%，就是讲大家都有看新闻，就讲 CCPI 就一个国际上咧做评鉴的单位，咧讲啊，台湾拢减碳，全世界倒数第7名，啥的。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因为咱2030年的目标减20%。因为讲实在，国际上的这团体吼，要知影台湾减碳减怎，其实都嘛是咱看咱的政策。所以头拄仔讲，本来的目标20%一定是无够的。所以咱即马政府若是讲2030年要减40%好啊，吼，这个目标
定出来了啊，伊即马就会实际上的做法，就一定爱摕出来看嘛，因为剩8档就够时间啦，大家要负责嘛。所以其实咱头拄仔讲这目标，一定要定较严的，才有法度咱做有够。你讲做袂到，有一寡问题无做到，其实咱个会当来讨论，讲是做法有啥物无对吼，会当来讨论。要不讲你若是讲真正是你的目标，就是讲就简单地达成吼，20%这时间短啊，20%这时间有做到。咱就无法度来看讲，真正要2050年要证明100%这时阵，你的做法是有对也唔对，所以其实咱加严格是最重要的代志。咱这边请教就少年人讲话就老实哦。丽云，你伫参加这 COP27 吼，你有看到这个世界各国来参与的时阵，大家是真认真咧参与吼。但是咱也知影过去有当时讲就准煞吼，会杀个就懵杀。但这一处理啊，头拄仔有讲哦，讲哦，这一处大家就讲哦，相爱背上，相爱就你讲啊真顺车吼。但是你有感觉咱台湾有咧认真咧参与这种代志？除了恁 NGO 啊，是譬如讲赵老师，因真关心这个议题，有家己飞去到埃及去看。咱台湾的政府，你感受因的做法，还是讲你家己的看法？我相信台湾的中央政府已经有开始跟上这个国际的趋势。像今年蔡英文总统除了宣布说，我们要追求这个2050净零排放以外，那他也在好像是环保署有成立一个气候变迁办公室嘛。那我也有参加一些很多像工研院啊、经济部或是环保署他们举办的一些会议。那其实他们的目标就是可以跟中小企业交流这个碳盘查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在 TWIC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气候游行，那其中一个诉求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在多多的协助企业执行碳盘查这个部分。那虽然我们的倡议主要是气候教育这一块，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在推动中小企业在那个碳盘查这部分也可以中央政府可以再多一点力道这样。你郑秀萍就是咧专门咧做这个碳盘查的啦吼，所以咱挑工来找伊来啦。他主要讲了真侪碳这个盘查的代志，但是事实上吼，即马中央政府对着一个法令，咱的这个温室应用法，甲即马还佫未。老师也讲这个法，是安怎伫立法院，毋是讲延前真久啦吼，但是小可延前着。但是对着咱的行程，尤其他在中央讲啊，讲这若无做。但你是安怎要做到2050年？2030年就做袂到。啊，这个法令即摆目前的这个法案的审查进度咧？嘿，这个法案我咱叫气候变迁因应法，或者叫气候变迁行动法。这个法的话，就是要把我们原本的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的减量目标，以及是我们没有完备的这些政策工具啊，什么棍子啊跟诱因，这些全部都要把它补足。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过这个法之后，我们才能够跟大排碳员收钱，所以我们讲说一年大概可以收到600亿，600亿哦，600亿。那我这200亿的话，我们就可以投资很多减碳的事情嘛。所以你今天就会出现到说，如果我们延迟一年的话，我们就是让这些排碳者少负担这个600亿。我就比如你听清楚啊，这万一当咱就减600亿呢，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啊，今后你万一吼这个法通过，中央你唔是咧杀这个法案？其实咱咧杀这个法案的时阵哦，国际上台湾本来是咱去年来宣布咱要2050年净零碳排嘛，所以其实这法案咧杀的时阵哦，政府这边嘛直咧讲新的目标啦吼，譬如讲咱3月有一个战略方案吼，咱即马最近吼头拄咱内分拢有咧开会嘛，就讲政府足侪物件吼都在讨论，啊，在讨论有一个国际上大家咧做的物件。大家目标有在更新嘛？咱台湾大家目标嘛要更新，所以法律是一个较稳定的吼，这政策较久长的这政策要处理的物件。所以其实咱的法律即马要修法，咱是不只是爱伊修法，爱修得好。好，所以这时间可能有淡薄仔拖啦。吼，不过咱头拄仔讲政策是直咧出，吼，咱3月有一个政策宣布的会议，吼，咱即马都开主题会，所以其实咱这个法头拄仔咱赵博士有咧讲，就是讲要安怎有
棍子甲萝卜吼，你放在内底，互大家知影讲，咱减碳有一块诱因啊，有钱通摕吼。咱620要哪开吼？譬如讲，咱定定有咧讲要换车嘛，换电动车，换电动车的补助的钱为倒位来？吼，这620就是。这620真好开呢。一定是爱有咧裁员嘛。你看管理处想到就笑啊，因为有生意通好做啊。无620应该袂那个伊内底啊，差无地带。但是为咗这620，大家会去找你讲要安怎来减碳。所以其实这620对咱来讲，其实一档620，这钱是最重要的。后来哦，想到做梦就会笑呢。是，譬如讲620讲换车，这是小小钱啊。譬如讲咱。咧工厂啦、电厂嘛，要换迄机械吼，所以讲实在是开少侪钱吼。咱毋是讲咱政府完全补助嘛，就是讲企业嘛爱换，啊政府嘛爱有一块诱因开帮助，啊帮助袂当伤济啊。譬如讲，因为袂使伤济哦，无伊就是家己拿钱，家己摕钱，安尼无地带嘛，对这个代志是无啥帮助的。咱是希望讲，头段讲，咱一般中小企业嘛，咱一般的民众其实拢唔知要减碳这个代志，所以620应该是开甲民众这边，头段立分讲，因咧做咧企业的教育嘛，这是拢是爱需要一块资源，互咱大家知影讲减碳这是台湾即马上重要的代志之一，咱就是好好来做，才会我到面对在世界的变化。是，这头段就讲到这个碳盘查吼。这个行业当中，即马上需要政府爱甲恁帮衬什么，或者是甲恁推塞什么代志，互这个中小企业也好，大企业也好，会当赶紧来找恁，啊，赶紧甲这个目标甲达成，敢有啥物呼吁？头拄仔讲啊吼，其实就是因为做侪迄种中小企业吼，因较早就是无面对这种环保的问题嘛，所以其实伊对着这种温室气体吼。碳盘查的问题，伊嘛唔知要安怎，所以我是感觉讲，其实较重要的是宣传啦。宣传对，宣传，互因知影讲吼，其实嘛唔免讲一定爱找源，就是讲政府其实遮嘛有做者公开的资源，吼，像迄种 YouTube 顶悬有做点影片，吼，也是讲迄种环保署的迄种平台顶悬，吼，嘛有因的网站顶悬嘛有一寡，你会当直接去遐。试算，吼，你会当你遐算看卖讲你的排放量到底是偌济？哦，有通啊试算。对，会当试算，嘿。啊，当然你袂当讲，迄会当讲到就是偌详细，哦，这无法度，哦，是讲会当大概。大约啊，知影。嘿，大概知影，因为阮头仔讲，其实对一般的迄种企业来讲，伊排碳可能上济就是用电嘛。啊，你用电，你甲你的电话端。哦，你去年用偌济电，这做好算的啊！啊，你伫迄网站顶悬吼算入去，其实你的碳排偌济都算出来啊！所以其实宣传这是最重要的吼，互咱这种中小企业因拢知影讲，以后因会当去面对这些问题，伊会当做啥？哦啊，其实碳盘查其实是第一步尔啦。干那第一步啊，其实重点是啥？就减碳嘛，对啊，减碳对啊，所以就是甲你检查是为了减碳，毋是要甲你检查。对，所以其实阮就是哦，阮对于这种减碳这件代志，阮就是会甲斗相共吼。阮讲实在，一只用有较侪碳排放的，其实拢是用电，所以阮就是会入去讲吼，就开始去调查。你这个公司内底，什么物件、什么设备，伊是用电用较济，哦，空调啦，哦，也是迄种你的压缩机，压缩机，也是制成的设备啦，哦，什么物件，你较早你可能敢一个电表尔嘛，对吧？你敢知这你全部用偌济，是讲重点就是你后壁的，我爱知影你规个工厂内底。用上济电的是啥物？所以要分开来算。对，哦，我来帮助你减碳。对，哦，是安尼这个意思，哎，中个。其实头拄仔咱顾问咧讲，就是企业内底面哦，来检查讲恁用电用上多是啥吼。所以其实咱对咱一般民众嘛是安尼吼，咱厝内底用电啥物用上多，一般咱调查差不多都是电冰箱啊、冷气啊、电火啦，差不多在用电用上多啊。所以其实大家若知影讲减碳甲这电是有关系的时阵，一方面民众就知影讲，因为咱无法度改变咱电位倒位来嘛，
所以伊会当讲，咱支持政府来发展在再生能源，因为是减碳一件最重要，但是民众会当来支持做在再生能源。一方面就是家己要减碳的时阵，就是要来节电的计划就要出来嘛。比如讲换新的物件或者一级节碳的设备，咱即摆有货物税的补助啊，换新的嘛是有补助啊。有利。这补助钱位倒位来？头拄仔这碳费拢是有关系。这嘛是真大条。所以一般民众就是咱在厝内底用电的时阵换新的用较省电的物件，一个方法是安尼。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交通啦，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出门嘛，出门时阵咱交通要换咱大众运输啊，坐公车啊，坐这捷运啊，行路啊，就讲骑脚踏车，这就是一般咱讲较减碳的移动的方法。所以譬如讲咱换电气化，就是讲咱机车、汽车换成电动车，这是嘛是一个做法。啊，你若是无法度讲大众运输一定换较有用电的，其实咱对咱减碳，头拄仔看嘛，咧运输的碳排放嘛，对咱台湾来讲也是不咧多，这是咱要民众一般生活，厝内底用电啊，交通这是上好来处理的，这是咱大家都会当来做的物件。例文恁做一个少年人去到埃及，那看到其他国家的些少年人，因嘛是对这个议题就真关注。恁规个团的人转来到台湾，恁有拍算讲，譬如讲头拄人。顾问也讲啊，讲这宣传上重要啊。恁少年人要宣传什么点？尤其譬如讲，你讲互咱观众朋友知，是安怎什么修这个1.5度啦？卖互这个地球叫升悬1.5度，这到底什么原因？你讲互咱听。我们这次在 COP 的会场，主要是推广这个气候正义和气候教育2个议题。那我们在现场也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不同的组织，还有各国的青年一起举行一些 side event 周边会议啊，还有工作坊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像是举办这种校园气候行动工作坊这种青年培力的形式，可以让各国的青年有机会可以互相分享说我们在彼此的学校的这个场域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影响我们的校园的主管机关或是大专院校，让他们可以去正视说这个学校其实是在气候风险治理上面有一个环境责任要去承担的。那刚刚那个朱喜玲的问题是就是讲是安怎，观众朋友知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变暖1.5度概率会上升50%，雨量会提高10.5度，这个重要性，我们要守住这个温室气体，不要再让它再用这种碳排放，到底这1.5度这什么意思？是，那这个相信在座有很多专家应该都比我了解。你用你的头脑，用你的嘴讲给咱听。就是我们在会场会遇到很多团体、很多青年，他们其实就会用很强烈的语言跟我们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的家园目前正遭受不同的气候灾难的这个侵袭。那目前的这个温升已经让他们遭受这样的损失损害了，那更何况是2度甚至3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1.5度的这个升温目标。你有拄到什么国家的人？你讲给咱听是太平洋小岛里面什么国家？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对，因为我们在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欧洲国家，像瑞典这样的代表，还有拉丁美洲的代表。那瑞典代表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对于气候灾难并没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那就可以对比得很强烈，因为到那个拉丁美洲的代表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就是问大家说，你们会不会喝咖啡？你们会不会吃巧克力？那如果这2个东西你们平常都会使用的话，那未来如果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造成说开发中国家或是他们没办法再生产这个巧克力啊，或是咖啡的话，那到时候这个世界大家要如何去想象？那可不可以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未来？这少年人讲的话有影互你听落会起鸡母皮呢你要啉咖啡无？你搁要啉可可呀无？你以后拢啉无着，迄就是因为你无做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减碳事实上咱来看，尤其咱台湾即摆目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头拄咱来咧开讲的时阵讲到，即摆环保署有一套，金管会后一套，是安怎金管会后一套咧？老师你讲互咱听。因为金管会
一起针对银行嘛，银行的那个经营的形态跟要求会有些不一样。银行是安怎来减团？唔是讲他都要生产制造才有。因为银行会投资到那个可能是会排碳的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让银行去针对它的投资兑现，嘿，用钱的方式让大家爱改变，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就是钱的代志啦。中央这中央这个关系，你讲互咱听者。其实咱工厂吼，那是一般来讲就歹处理的一款产业，譬如讲咱咧孔古力啊、水泥吼、钢铁、石化吼，一般咱叫难减产业，就歹处理咧减碳的产业吼。伊要处理就是家己的换物件，迄制成换新的物件有尽量用咧电气化的物件来处理。咱对于譬如讲台积电这款产业，伊是用电嘛，所以伊要做的是新电，而且用再生能源吼。伊要处理的，啊，你甲咱头拄仔讲的水泥钢铁就无共啊。啊，对咱金融企业来讲，金融企业对咱所有的社会，伊在处理就是钱的代志嘛。伊要投资啥，伊要无投资啥，这是会当来做管理，会当来做处理的。所以讲实在。就故意前，一块银行都有在签这赤道原则吼，因为赤道原则就是讲咱卖投资这污染的啊、石化的产业。对。你若是无人投资，这石化产业嘛会惊讲我拢无人投资我要一定要处理我的减碳。所以其实咱一个全世界这经济的运作是一个体系吼，对咱有这个实业系统的，有金融业系统的，对咱来讲，一般咱服务业吼，所有的产业都来做伙来处理咧减碳，才有法度来面对这全世界共同的困难的问题。才有通啊啉到咖啡，啉到可可啊。嘿。哦，尤其这一般的人吼，其实无啥理解讲到底这减碳，你讲敢若讲一支长，已经20-30吨啊。哦，讲到安尼，也毋捌看过啊，津纳米也是照常来，雨啊掉照常安尼，气候变迁啊，马上来。他多人少年人就知，吼，1.5度爱收起来，啊，这就安怎？你平常时减碳，但是一般人除了减用电，吼，譬如讲咱这个了啊病内面啊，电火拍较光，冷气拍较强，是毋是要降低？这咱每一个人都会当思考的嘛，吼。啊，尤其咧宣传顶头。但是老师，我要甲你请教者，咱目前为止，台湾政府啊，咱咧讲 ESG 啦，吼，环境吼，啊，甲企业啊，甲政府，咱政府即摆的角色上重要，除了迄个法爱好紧通过，紧趁这个600亿以外，啊，佫有啥物爱呼吁的？除了因伊的这个 NGO 团体咧讲的代志。台湾减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啦。哦，因为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1半以上我们的排碳量其实都是那个工业部门的排放，特别是像石化业，然后我们有炼油业、有钢铁业。那想说现在如果大家接下来都开始开电动车的话，那我们就不用生产那么多石油，那我们的炼油业就可以减少。那我们如果接下来的话，那个我们的钢铁的回收量做比较多的话，我们钢铁生产量也不用那么多。接下来我们的淘汰这些一次性的塑胶用品的话，塑胶需求量减少四分之一以上，我们的石化业的规模也都可以做这些调整。这几个部分的话是台湾减碳里面最关键要去面对的一个就是不得不面对的真相啊。因为你这边如果这几个产业你不动的话，我们一般的民众怎么减？都减有限。对，是的。哦，所以产业的结构爱紧来改变。爱改变。但是这产业结构改变，嘛讲了真久嘞，中啊。其实这产业结构的改变咯，过去是咱行污染啦，就是讲咱空气的污染对咱来讲，对平常时大家身体有影响嘛。所以较早咱讲减碳讲较少，讲这处理咧空气的污染较多。吼，其实这要处理污染甲处理咧减碳的物件，有足侪项是足相共的啊。所以其实对咱的生活来讲，吼，减碳台湾其实对头拄是讲这。咖啡嘛，哈，宁波咖啡啊，对咱台湾来讲，咱去年的5月就是拢无雨嘛，咱南部地方的所在拢一礼拜可能有3天4天有水尔，其他的时阵无水通用嘛。靠旱天。这是去年的时阵，啊，今年的5月，讲是这25天以来上大、上凉的5月，上冷的5月。所以其实咱的气候其实逐年拢在变化，只是讲这几冬较无风台尔。吼，其实咱这气候的变化一直都在发生。对咱的生活，咱讲起来台湾是咧岛国啦，所以其实是气候影响较大的所在。嘿，所以其实对咱的生活来讲，在减碳爱做，对咱的
基本的这些话拢是有帮助的。那对咱的产业，对咱拼经济，头拄仔讲嘛，全世界的企业拢爱讲要减碳。对啊，咱一开始就讲200-300间的中小企业。是，台湾的经济拢靠外销较侪嘛，咱是讲趁外国的钱较侪啦。所以其实咱要处理全世界拢爱减碳的时阵，咱作为代工产业的工厂，一定要符合这个趋势嘛。啊，头拄讲这歹处理的这些产业，一定要结构要做一寡调整。譬如讲，咱会当过来发展咱的，譬如说再生能源的这个建设。啊，毋过头拄仔讲石化呀、钢铁啊，就是讲内需有够就够啊，吼，莫开遐济。所以其实咱产业头拄仔来调整，对咱台湾的发展，对咱身体的健康，对咱减碳这个代志，拢是有帮助的。所以哦，环保毋那是空气污染啊，环保要个减碳，大家要观念要改，唔通讲哦随手做环保，敢若是啊扣粪扫安尼。那对着你本身哦，这省电也好，其他生活方面，爱好好来减。